南部今仔日就大水雨濟大淹水，大部分的水攏已經退啊。咱那沙豬門甲桃園區過道停班停課。美國海軍一隻海頂巡邏機昨昏飛過大海，而且講是要展現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程度。民主公告伊波拉疫情失控，超過2500個人死亡。聯合國出錢鬥3工，要來阻擋病毒擴及甲中非的病境。各位鄉親平安，歡迎收看今仔日8月2日公視台語台 AM 新聞，我是丹妮。咱先趕緊來關心，今仔日南部的雨是規通倒。透早台南永康甲仁德，未少所在攏積水甲淹水。屏東的新園嘛淹甲骹肚的懸。咱那高雄市區是測到24點鐘內累積的雨量超過200毫米，嘛有積水。加在過道了後，大部分的所在水攏已經退去啊。另外，屏東的沙豬門甲高雄的桃園區，因為煩惱落大雨，會有災情，日過道是停班停課。頭前積水甲路攏淹去，日早起高雄有駕駛開車經過台北快快速道路大寮內坑路段，發現積水嚴重，水捌淹甲轎車的車輪懸。今天8月22號。前鎮魚市同款積水，當下啲賣的魚攏愛貼好懸。屏東新園鄉嘛出現災情，日早起8點外，新園村媽祖廟前的天樂市場就積水，水淹甲大人的腳肚懸。以前人以前是創較懸吼，愛是人水會透去水溝個頂下是攏無法度啊。有當鄉發現厝內嘛積水，提早收擔轉厝整理環境，搖車愛駛路。即屆落大雨，予台南造成災情，幾落的民眾鬥3共剎車，因為有小客車開去深水區煞掉着，還佫有幾落大機車去水沖倒，浸佇水內。上班到一半就整個淹起來了。那淹多深？差不多到膝蓋吧。永康區包括台灣路、大仁街水淹甲腳頭有，仁德區包括交流道周邊、太子路嘛攏積水，好佳在積水佇過道差不多攏消透啊。差不多6點半那裡就開始慢慢就開始漲。交通嘛受影響，屏東東港東流線海象無好，拜六下晡到禮拜規工停航。代替因為部分路段有積水的現象，永康到寶安路段列車捌降速行駛，攏總影響48列次。若是屏東三地門鄉也加高雄市桃園區，因為煩惱落雨造成災情，宣布日過道了後停班停課。那個顏色大概可能會出現到200或是更多累積量以上的累積雨量。那在東半部地區也有可能會出現豪雨等級的降雨。氣象署表示，南部無穩定的天氣恐驚會持續到後禮拜2透早。沙丁米風台地通過琉球群島了後，氣象署預估可能部分外圍雲系也是外圍環流會影響到北部陸地。那是原來佇南海的熱帶性低氣壓 TB21，嘛正將為今年第19號風台叫子彈，未來會佇原地轉西了後，再佫往中國過去。預估對台灣天氣無直接的影響。記者採訪報道。台南市安南區一個巷仔底空地，昨昏半暝發生火燒，而且佫爆炸，造成消防員在內攏總15個人受傷。附近68戶甲22台車是攏受到損傷。初步調查發現，講這現場非法定的廢棄物有化合物鎂甲鋰的成分，才會來爆炸。而且離爆炸上近的11戶受損是真嚴重，市府已經啟動安置甲救助，嘛提供緊急處理費，1戶是2萬塊。日環境2點45分左右，小連續的爆炸聲，連邊仔都攏會閃，也有民眾佇戶外規個看到爆炸的現況。我靠！爆炸了！半暝因為火光，規個攏光起來，附近的住戶驚甲流凊汗。我家的，我咧困，我上咧關門底，睇遐大聲啦，我唔知影。台南市安南區海淀路2段342巷內這笪空地，日環境1點外通報火災，消防隊到現場拍火，現場說佇1點半前後受連續幾落個大爆炸，造成消防員在內15個人送醫。爆炸的影響也佫引起火災，半毀戶數有11戶，進厝也是毀損的厝有57戶，嘛包括消防車在內，攏總有22台車受損。不是鹼金屬，它遇到水它就會爆炸。好啊，因為這個是有點是廢棄物，然後詳細我們可能要請火調人員來了解。總統賴清德關心救災甲復原狀況，各國嘛因應台南災害應變中心的需求，派30個官兵協助災後復原。
指示了相關部會要全力協助地方救災，協助傷者的照護、居民安置以及後續復原。市政府初步調查爆炸原因，發現現場互人囥含阿魯米等物質的廢棄物。那囤囥廢棄物的公司，好親像是佇高雄鼓山區。2日下晡，高雄市環保局去稽查，發現地址是美發店。好親像這間公司甲地址登記佇當時承租的店面，目前已經解約。那他是透過別人介紹，在這個私人的用地上面堆置這些所謂的市廢煤鋁的部分，它是必須經過申請的，所以很明確就是屬於違法堆置的部分。這個爆炸瓦境礦底下21戶透天民家受損嚴重，市政府啟動安置甲救助，嘛提供每戶2萬塊的緊急處理費。爆炸造成的財損，市政府會協助民眾求償，嘛強調會徹查到底。記者採訪報道。來看根據路透社的報道，美國海軍證實，因的 P-8A 海頂巡邏機昨昏飛過大海，而且講是要展現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承諾。有學者講，印太地區雖然無美國航艦的部署，不過美國也是有掌握大海的情勢。兩岸情勢無平靜，美方用具體行動關心台海和平穩定。美國海軍一台 P-8A 海上巡邏機，互人公開為日本沖縄起飛，日伊佇台灣西南空域射擊南部巴士海峽，採用 L 型的路線飛過大海。外媒路透報道，美國第7艦隊證實 P-8A 展現美國對自由開放印太的承諾。中國官媒環球時報講，強軍專庭金鐘警戒。有關美軍 P-8A 型機穿越台海，國軍運用聯合勤監偵手段全程掌握，狀況均正常。我們支持重要民主夥伴一同維護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承諾與行動，並透過我國國防自主與國際合作，實質保障我國國家安全。包含美國還有歐洲的朋友們以及鄰近國家的朋友們，我們都認為自由航行它是國際的一個準則。那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片面改變台海的現狀。P-8A 海上巡邏機是美國海軍偵察主力，主要投入反潛作戰、水面偵察、情感偵任務、搜救行動，會當裝掛魚雷、反艦飛彈執行打擊任務。P-8A 飛過大海，好親像正數上。軍府統計 P-8A 佇3月11、4月17，國家即屆今年已經有3屆飛過大海記錄。特別注意的是，印太地區目前出現無美國航艦的空窗期。P-8A 這個時陣飛過大海，外界解讀美國故意釋出戰略信號，典型也是有掌握台海情況的能力。美中的一個在第一島鏈這一邊台海的一個戰場的話，不會是一個航艦對航艦的大洋對決，而是一個島鏈封鎖戰的一個模式。所以其實有沒有航空母艦的一個重要性，反而不如透過這一些徵收的載台去鎖定方位之後，由岸基的一個反艦飛彈來進行攻擊。學者觀察 P-8A 海上巡邏機唔那掌握強艦動態，中國海警船、公務船也可能是伊未來偵搜的方向。中共反制美軍行動，國防部2日發布，查到強機3架次飛過中線進入北部加西南空域，結合8隻強艦、7隻公務船繞台，國軍嚴密應處。記者採訪報道。來看8月中有旅客坐亞太哈德航空轉來台灣，不過降落的時陣，這公布說是講歡迎轉來甲中國台灣，而且宣導袂使早捌入境，會互中國政府罰錢。這款牽涉主權假豆腐的情形，是互人感覺真無受尊重。外交部要求業者都要改正甲回釋咧。昨暉民航局講，業者已經有寫批來回釋咧，嘛講會檢討因廣播用詞。近日有台灣民眾坐阿提哈特航空為阿布達比轉來台灣，所佇降落進前的廣播聽到，原本用英文講歡迎轉來到台灣，結果改到中文，說是歡迎轉到中國台灣，甚至也講唔通早捌騙入境，若無中國政府的罰款。就有網友當下詢問，就廠長說指講是照廣播語念的，請伊向公司反映，可以去甲地下軍備台發文，也引起立委關注，表示袂當容忍。我們了解，台灣現在是全世界重要的熱點，航空公司在這邊的航線其實是賺錢的哈，你賺台灣的錢，又要貶抑台灣的主權，如果屬實它也不改善的話呢，那我們應該啟動相關的處罰哈。最重的話，停止他經營這條航線也在所不惜。根據了解，阿提哈特航空去年9月插去台灣，我一年期間廣播數攏無包括中國台灣，一直到最近調整營運費就佇這機頂經營，才引起廣播用詞爭議。咱外交部也已經出手，責成駐杜拜辦事處，佮協調交通部民航局，向阿提哈特航空總部佮在台代表提出嚴正交涉，要求認證佮回釋咧。中華民國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這是客觀事實，也是國際公認的現狀。任何矮化我國主權地位的不當做法，政府以及全體國人絕不接受。民航局是接到阿提哈德總公司致函，除了表達失禮，隨檢視個修正相關公布用語。代誌發生過當日已經調整完成，也強調相關部門會全面檢視涉及台灣機場公布的內容甲旅客服務文件。目前業者有計佇後禮拜向民航局說明相關情況。記者採訪報道。國際消息來看，非洲民主剛果伊波拉的疫情即嘛是愈來愈激烈。聯合國日表示，目前的死亡人數是已經超過2500個人。世衛組織宣布會提供7萬劑的疫苗。因為聯合國除了呼籲國際社會鬥相共，嘛緊急撥300萬的美金協助因強化防治，未來阻擋病毒拖去到中非的邊境。民主剛果東部首府戈馬的舞台康，這座城市一向以晚顯的文化活動出名，當年攏會舉辦音樂節、舞蹈節、甲時裝秀。即馬因為伊波拉感染情況真緊擴大，控制戈馬的 M23當局下軍事禁令，藝文活動就安尼攏總停辦。The Ebola outbreak is growing exponentially. In the last 3 months, 2,500 people have died, and half of those in the last 20 days. The epidemic is spreading to an area that is bigger than France, and the outbreak is growing faster and wider than the Ebola response. 民主剛果這波伊波拉感染人數已經超過2018年至2020年，加做這個國家史上規模上大的一擺。當地醫護人員除了暴露在感染的風險，更加會面對部分民眾因為驚嚇甲無信任所引起的攻擊行為。目前大約160名醫療人員感染伊波拉，43人死亡。過去6個月，醫療人員遭攻擊事件超過260件，8人遭殺害。Vu que sur terrain, lorsque les équipes de la riposte arrivent pour faire leur travail, 民主剛果這一擺伊波拉感染源自於本地不少病毒株，目前也未得到核准的疫苗，也是特定的治療方式。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會提供民主剛果7萬劑Ervebo伊波拉疫苗，其中2萬劑用於第3期臨床試驗，以了解疫苗對本地不少病毒的效果。5萬劑提供第一線嘅醫療人員。The risk of Ebola outbreak spreading has increased following the confirmation of cases in the provinces of the DRC that border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甲民主剛果相連的中非共和國，無正當面臨衝突、奪水、疾病、甲氣候無穩定等因素造成的人道危機。聯合國也宣布緊急撥款300萬美金，協助中非強化伊波拉防治工作。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在瑞典有一間高中日開學，不過所有人舉刀去學校殺人，造成1個人死亡，3個人受傷。警方去到現場開槍壓制一個18歲的嫌犯。根據當地媒體報道，這個嫌犯是這間學校出業的，而且用過捌有攻擊的前科，目前正在調查伊犯案的動機。瑞典警方在發生牙劍攻擊事件的布林尼高中有封鎖線，警察也請在校園保持警戒。這間在首都斯德哥爾摩西北方差不多170公里的學校，結束暑假才拄啊開學，部分學生囡仔日一轉來學校上課，無想到一個戴頭盔18歲嫌犯也穿走入去校園，有看到學生囡仔回想當時的情況，也個心真驚。Jag såg att det var en kille som hade blod över hela sin kropp, eller på ryggen i alla fall. Och sen såg jag att polisen och alla kom liksom. Och då berättade lärarna att vi måste vara kvar. Men hur länge det vet vi inte. 警方拘捕了後，隨趕到現場，也請制服這個嫌犯，佮甲伊逮捕甲拘留。警方當日調查一個甲嫌犯有關的 TikTok 賬號，佇案發前差不多20分鐘發布一張鹹的相片。瑞典媒體是報道，賬號內容包含瑞典2件大規模暴力事件，也有挪威殺人犯布雷維克的影片。Den totala skadebilden som vi ser är 2 stycken allvarligt skadade som fått till oss från sjukvården och ytterligare en skadad person. 這間在佛格斯塔市的高中，差不多有450個年紀在10至20歲學生囡仔。學校在代誌發生第一時間，有指示學生囡仔踮在原來所在出入口關起來，大陣警消尾仔入去校園，並無發現有其他傷者還是作案的人。代誌發生了後，當地另外8間學校嘛要實施封鎖措施，尾仔有陸續解除。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換轉來咱國內，
立法院通過學校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案，也就是講，以後學校若是拄到學生手機甲平板用甲調着的問題，會當進行輔導、管理或者是限制使用。全高總對這修法的方向是表示肯定，不過嘛呼籲後續這細節咧定的時陣，應該愛有老師、家長甲囡仔的意見共同來討論，才會當減少教育現場師生起衝突。假日兒童樂園人來去去，囡仔歡喜咧耍，也閣會當減少使用3C的時間。為了防止學園嘅手機立法院3讀通過學校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案，讓學校會當以實際需要來輔導，也是管理學生健康的物品，也是行為來應用手機等行動災區可能帶來調調風險。我贊成誒，因為小朋友現在手機裡面啊、抖音啊那些誘惑太多，其實對孩子不是很好的觀念。就是怕會不專心啊，一直想要看社群媒體啊，未知的誘惑或是不正確的資訊。適當規範囡仔的手機使用時間，家長樂觀其成，也閣由家長點出。依照無共學齡，無定定會當採用分階段春秋管制。國高中對，確實有些可能上課需求啊，或者是下課之後。家長聯繫，這個可能可以再討論一下，或者是可以開放，比如說下課之後再繳手機。全高總雖然對修法方向表示肯定，也毋過也煩惱論組宣示意義大過實際意義，呼籲後手定定細節的時，愛納入老師、家長甲囡仔的意見共同討論，研究出一套分年齡層具體可行的方法，才會當避免第一線教育現場的師生衝突加重。我們還是覺得這應該是一個宣示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哦，畢竟你這個上路怎麼去做？如果真的到需要用強制力的部分，希望法律的訂定在後面給老師的支持要多一點。我們是建議說要比照學校的輔儀管理委員會，至少要納入1/3的學生代表，還有家長代表，這樣才可以促進說在討論過程中師生跟家長之間的對話。學生團體認為，無共學習階段有無共的學習需求，即馬的教學現場有真儕學生會使用手機甲平板來輔助學習，應用無共的學習樣態，需要進一步根據學生的學習階段來訂定所謂災區的管理規定，建議幼兒愛分級管理，回歸各校討論較好實施。記者採訪報道。台灣東部海峽今仔日早起11:40發生規模5.1的地震，深度27.8公里，上大震度是3級。地震測報中心表示，因為菲律賓海板塊勢落後亞大陸板塊的下底，是屬於穩不大的地震，而且最近這3天可能會有規模4左右的地震尾，提醒鄉親都要注意安全。早起11:40向來的地震，所在宜蘭即間超商照明燈區帶來傷害。好在傷害時間波長無受大影響，也毋過在宜蘭車站的列車是捌有較慢分，也毋過已經恢復正常的行駛啊。還好，就淺淺的。這樣子。走路的話是沒有感覺。除了代替列車捌慢分，桃園桃園機場這邊也因為地震，列車捌暫時停靠。中央氣象署地震測報中心表示，這件規模5.1地震，地震深度27.8公里，發生在台灣東部海峽各地上大震度3級，發生在宜蘭縣、南澳甲花蓮縣和平、新北市雙溪甲台北信義區震度有2級，加上屬於台北盆地範圍有盆地效應，位於關島位地的民眾對地震感受強烈。即使今年上半年地震比較少，那下半年漸漸的我們還是要注意說，當這個能量漸漸有在累積以後還是有可能會6出頭的這樣子的這個那個地震。地震測報中心表示，會發生規模5.1的溫密大地震，是因為菲律賓海板地溫密到後亞大陸板地之下。以歷史地震背景資料來看，這個區域過去捌發生規模6以上的地震，這邊的地震結構有可能發生規模較大的地震。未來幾日有望愛注意地震尾。可能在未來3天會有規模4到4.5的餘震的發生，因為這個地區發生之後就5的地震之後就會有規模4到4.5的地震。專家提醒，因為東部海峽油灣是地震較接的區域，加上最近油灣可能出現地震尾，呼籲民眾平常都要做好防震的準備。記者採訪報道。想要認捌大自然，佮兼學台語，來看南投辦的一個環境課程，叫做山城厝內講台語。
除了伫咧室內上課，嘛帶民眾去德山的東部垃溪保護園區，對江蘇哪行哪用台語來小解生態知識。較早這地嘛斷過了後，拔起來，安尼關斷來，吼，安尼就免啥。除了啊，所以這種上環保。江蘇摕到硬桃葉啊，講古早人安怎佇生活中運用硬桃葉啊？這是德山的東部垃溪環境生態保護園區。江蘇哪行哪用台語來介紹，大家聽甲真認真。家長嘛，望囡仔會當我近代自然，嘛會當學台語。你要當外口就對啊，食哪？掠糖。哈？因為我介意掠糖啊。哦，你介意掠糖？啊，你攏袂驚哦？袂啊。按過我會驚真多。應該會曉講台語。所以一厝人，恁厝內攏咧講台語就對。嘿，對，就要互囡仔有台語的環境安尼。我感覺老師就好講的呢，而且我唔捌來過這個所在，唔知影這內底遮爾啊精彩安尼。遮的生態真豐富，南投縣政府的山社厝內講台語的計劃，嘛有辦一戶外小解大自然，互台語落入生活中。然後嘛，希望講吼用環境教育搭配台語的教育，然後甲組會用台語，互大家民眾啊，更較來了解阮遮的南投的一些很漂亮的自然景觀。如果用台語，佫順便會使教遮個來參觀的遊客啦吼，也是講遮學生啊啦吼，會使了解台語，佫較親切。到野外入目大自然，佫會當學到台語。文化局講9月份佫有3場無共主題的環境課程，嘛邀請佫較濟家庭加入台語家庭的計劃，來野外學台語。記者洪一修南投報道。人生的腳步若踏差去，敢有法度重新開始呢？對經常人來講，出國敢若是頭一步。回歸社會，唔但愛適應新的生活，愛找頭路，甚至愛面對無友善的眼光。經常人為學技能，幫助因就業，到安置甲陪伴，這個對因回歸社會來講，攏是真重要的支持。下暉7點半，青春探的網要帶大家做伙來看因的故事。犯罪都愛接受法律的制裁，失去自由，入去封關。不過刑期有結束的一天，受刑人離開監所了後，也是愛回去社會生活。要安怎適應外面的環境，工課要去倒歸找，攏是人生路上愛面對的現實問題。目前台灣各地矯正機關攏有辦無同款的技能訓練，讓受刑人學習功夫甲技術，為未來就業做準備。你直接互伊穩定落來的時，伊才是將來要做啥？將來要做啥？伊愛閣有法度。所以咱落技能，互伊有一個方向。較早是用金錢來證明我家己啊，即馬來遮是用工課的成就來證明我家己，所以我感覺講，我佇遮我感覺就是很踏實啊。根據法務部的統計，2026年第一季，全台監所收容人數超過5萬人，其中毒品詐欺案件佔大宗。對有驗毒驗酒問題的人來講，出獄了後戒毒戒酒這條路猶原愛繼續行，心內揪人嘛是長期的挑戰。目前，民間團體甲精神保護系統合作，提供安置甲相關資源，協助精神人適應社會生活。我沒有辦法回家住，然後我一直都在外面流浪。然後我就是求助了一個更生人的牧師，然後他就為我找到了在這個地方可以安置我的地方。我覺得比較正向的思考方式是如何設計一個比較好的架構，就是大家跟更生人形成一個所謂的一起協作的圈圈。然後這個圈圈更生人可以比較不會感覺到他在孤軍奮戰，他遇到什麼問題想走回頭路的時候，也比較有多一點的機會提醒他，把他拉回來。若要降低犯罪，避免佫犯，其實會當對少年的時就開始預防。對也佇成長階段的少年仔來講，家庭的關懷、社區的陪伴，攏有可能會影響因未來的方向。一個人要改變需要時間，要提供什麼款的協助，這協助愛安怎來做，攏是相關單位長期愛面對的課題。記者高定谷林建如綜合報道。明仔天氣啥款，隨來報你知。北部地區上加26度，上懸33度；中部地區上加26度，上懸32度；南部地區上加25度，上懸31度；
南部地區上低26度，上懸31度。咱來看外島地區26度至31度。也個有這3日的氣象。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聞，稍等下請繼續收看《青春咱的夢》，我是丹妮，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咱再會。